兩文三語經已處處。今日媽媽帶我去香港文化中心睇展覽，睇睇兩文三語嘅重要性。每年都有香港藝術節喺度舉行，今年雲集超過1300位本地同國際優秀藝術家表演。兩文三語環境下，促進咗不同文化之間嘅理解。特區政府積極推動文創產業發展，吸引世界各地專家、商家、旅客到港。俊樂，如果你想知道，可以嘗試用英文問一問啲旅客嚟香港有啲咩活動呢？ What would you like to visit today? I'm here for the Hong Kong Arts Festival that is happening this month. Yes, this month. 因此，多語言嘅優勢為香港提供咗巨大嘅發展潛力，促進香港經濟發展之餘，打造香港成為一個文化及藝術活動嘅集中地。融於生活，感謝觀看，Thank you for watching。